大家好，我是港 A 說。今天的 A 股真的有點炸，上證指數一度逼近4000點，兩市成交重新放大到2萬億級別，市場的熱度可以說是回來了。不過別急着歡呼，這一波到底是真轉勢，船是情緒頂。先看數據，上證盤中摸到4000點，但收盤有反覆，北向資金淨流入超過100億，科技、週期、地產輪番活剔。從量能來看，這是一次典型的裂扣性收復行情，資金在找方向，不是在瞎炒。科技板塊繼續領跑，半導體、光刻機、電子化學品全線爆發，新智生產力的故事又被點燃。同時，北交所疑軍突起，北證50指數午後飆升近7個點，官方明確要加快推出北證50 ETF。船要研究盤後固定價交易，這等於給市場扔了一根超級火柴。那問題嚟了，現在該追嗎？我的觀點是，追強可以，但別追高。蓄勢確立的龍頭可以跟，純情緒拉升的題材寧可錯過，也別亂接。聰明的展都在挑有業績、有政策、有催化的方向，比如 AI 算力、光通訊、高端製造。另外一個小思路，當大家都在追科技的時候，別忘了那些被冷落的板塊，消費、醫藥、環保這些低位板塊，一旦有資金回流，反而更容易彈得快。這就是所謂的立位博弈，不跟風，而是提前卡位。總結一句話，今天的大盤是熱的，但船不穩，裂扣機會很多，但節奏更關鍵。行情有機會，但爆賺也有風險。冷靜一點，算對方向，控制倉位，才能笑到最後。我是港 A 說，用最溫柔的語氣講最硬核的邏輯。